歡迎收睇外媒董事局。2026年1月28號星期三，幾份國際大報嘅頭版真係睇到人眼火爆，個世界亂到七彩，簡直係精彩過做戲。老實講，今時今日睇新聞，心臟血壓都要好強先得，唔係好易爆血管。呢日我哋手頭上有美國紐約時報、英國衛報同埋泰晤士報3份報紙，都不約而同踢爆一啲你睇唔到或者有人唔想你睇到嘅真相。特別係如果你諗住移民英國或者關心美國嘅老人家點算，今日呢集你真係要聽到尾，因為隨時關你事。首先同大家睇下英國泰晤士報嘅頭版，真係大鑊。呢單新聞對於好多想移民或者已經喺英國嘅朋友嚟講，簡直係震撼彈。報道話，而家英國市面上出現咗一啲所謂嘅假工作簽證騙局，居然有人明目張膽咁賣假職位，啲中介收你成2萬英鎊，即係接近20萬港紙，就幫你整一份所謂嘅技術專才工作證明。大佬啊，個職位根本係不存在嘅，係虛構出嚟呃英國內政部㗎。記者去做臥底，拍到晒證據，話有啲犯罪集團專門向嗰啲驚被遣返嘅移民埋手。你以為俾咗錢就有居留權？醒少少啦！呢啲文件隨時變成廢紙，甚至令你惹上一身蟻。泰晤士報話呢啲中介利用真正嘅公司發出證書，製造一條完美嘅文件鏈，等你5年後申請永居。聽落好似好筍，其實係中伏陷阱。計我話，呢個世界邊有咁大隻蛤蟆隨街跳，想走捷徑隨時變長命債，真係要小心啲，唔好俾人當係超級大傻仔咁呃。轉個頭睇下美國紐約時報呢單嘢仲離譜，真係睇到人火都嚟。大家都知特朗普又做翻總統啦，個報紙頭版就踢爆，原來美國嘅護老院業界喺舊年夏天瘋狂捐錢俾特朗普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咗幾多？成480萬美金啊！為乜嘢呢？就係因為拜登政府之前想立例規定護老院要有足夠人手，以免老人家俾人忽略或者受傷。但係業界班大老闆嫌貴，話會增加成本，於是就用錢掟死條例。結果點？特朗普真係收到錢就做嘢，即刻撤銷咗個規則。你話死唔死？有錢就大晒，老人家條命就唔係命。呢啲真係叫你精彩我悲哀。有錢佬繼續賺到笑，老人家就繼續受苦。政治獻金變成買路錢，光明正大咁做，真係豈有此理。再嚟睇下英國衛報呢單新聞，睇到心都實埋。伊朗嗰邊嘅情況原來比我哋想象中恐怖10倍。衛報訪問咗啲醫護人員，揭露伊朗政權鎮壓示威者嘅死亡人數，估計已經超過3萬人。3萬人啊，唔係講笑。最慘係咩？好多後生仔女受咗傷，根本唔敢去公立醫院求醫，因為一登記就會被警察拉。結果點？有良心嘅醫生要好似做賊咁喺地下診所幫人治療。報道提到有個醫生電話響唔停，全部都係求救信號。呢啲所謂嘅執法者用鳥槍、警棍狂打市民，造成大量傷亡，根本就係屠殺。面對咁樣嘅政權，人民真係好無助，真係好似首歌咁唱老天愛笨小孩，但喺獨裁者面前，邊個保佑你？呢日3份報紙，一份講英國呃人簽證，一份講美國用錢買政策，一份講伊朗殺人無數。雖然沉重，但知道真相總好過做隻鴕鳥。希望大家聽完之後會對呢個世界有多一份警覺，做人醒目啲，唔好俾人賣咗仲幫人數錢。記得訂閱我哋外媒董事局 YouTube Channel， 好快再見。